感谢圣歌队用真优美的歌声，带咱来敬拜上帝。那么将一切荣耀归乎天父上帝。今日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书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书第9章33节到37节。现在中文译本72页。第一汉语本51页。因来到甲必农，耶稣伫厝内问因讲：恁伫路人议论什么？学生静静，因为伫路人捌争论之罪最大。伊就坐咧，叫12个学生甲因讲：若爱做大圣的，就做正人的路尾，也做正人的找用。佮带一个囡仔，互伊徛伫中间，煞抱伊，甲学生讲：既若为着我的名接纳这个亲像这号囡仔的，就是接纳我；既若接纳我的，毋是接纳我，就是接纳找我的。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规律甲帮赞。今早起，尼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：徛伫上低所在，徛伫上悬的所在，请咱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101年的释教纪念主日，是一个特别的主日，所以伫遮我要用徛点最悬的所在，也徛点最低的所在，居最低处，居最高处，做主题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101年前，遮也阁是一个放牛食草的风波。101年前，遮也阁是每一届呐做大风、落大雨就做大水的所在。而且音乐路拢看无。迄阵啊，宣教师吴威廉牧师将马街病院搬来遮，将教会起伫遮，将新学院也搬来遮。1912年，马街伫遮；1913年，教会伫遮；1914年，台城就搬来即马台泥大楼的所在。伊想要伫这个野古真正少人的所在，开始一个新的宣教的可能性。但是，这场大水就淹没了伊大大的心志。但是意外产生一条真水听的诗歌，就是咱头拄仔所言，你若忝去真失望。后来受到落石大道大路开起来，会影响后续的影响。都市开始扩展，整个的地区开始闹热。
后来这成做台北市上大的商业区。后来伫遮真侪银行、真侪商社伫遮一个起起来。有人讲，若银行是大银行，啊，细间银行，伫早期的时阵，看伊有开点中山北路也无。若开会起伫中山北路，这间银行就是有发展的银行；若开袂起伫中山北路，这间银行就要小可保留淡薄。后来，咱去到双连教会，也是台湾第一个宣教大楼，诚做迄当时上悬礼拜堂的所在，111号11楼的教会。后来，咱有愈来愈大的牧师团队，中职同工的团队。后来，咱有了真侪的事业体，咱有台北市上大的幼稚园，今仔日的幼儿园。咱有新北市示范级的安养中心，咱开始往大型教会、往福音企业 （Evangelical Enterprise） 这个概念的路途迈进。但是，伫这个路途中间，咱停落来想一下，好亲像咱开始失去一寡物啊，好亲像咱开始失去一种精神。是重要的事物，是根本的精神。咱开始会记哩六条通，日本时代的六条通。咱开始会记哩今仔日所谓的双连捷运站。咱开始袂记哩，这捌是有无啊？这捌是啥物味？这捌是城外的所在，这捌是散车人自己徛起的所在。这捌是宣教师干嘛充满福音宣教可能性的所在，这是偌尔重要的要记哩啊！今仔日的经文，耶稣也面对同款的问题。伫耶稣开始面对伊宣教传道的这个中末段的时阵，较后壁的时阵，伊就开始面对耶路撒冷甲十字架，面对我愿意。甲上帝愿意迄个两难、迄个困难的问题，但是伊个学生，那亲像啥物拢无感觉，开始继续为着家己的政治前途伫遐拍。今仔日的经文讲了足清楚，耶稣问因讲：“你伫路中咧做啥？”学生安怎？点。咱会讲袂啦，啊！个这学生听耶稣讲，伊要上十字架，毋是一摆两摆，因拢知。但是因若这是这项代志，因就袂点，因为因就会讲，坦然来讲，阮伫路中所做是要甲你3冬行，3冬受死的道路。可见伊这毋是这，所以因就点毋敢讲话，点毋敢讲话，因为着伊的政治前途。来拍算，来冲突到一个程度，甚至因的长辈、爸母拢介入啊！这是偌尔恐怖福音的变质，偌尔恐怖啊！学生看起耶稣有真好群众的这魅力 charisma， 学生看起耶稣有军事政变的这个实力，因为伊会当制造一个拍袂死的军队。甲食袂了的粮食，敢毋是？耶稣互人会当病得着医治，长腿个会当接起来，死个会当割活，八饼就至少5000人食饱。啥物款的军队会比这较强？毋是拍袂死的军队较强，是死了的国外的军队上强啊！因就心内摇摇动，这敢是天所赐来，上帝所赐来？军事的比赛啊，咱抓准政治的这个拍算，是干那这个犹大未主的犹大个人的不良心思尔吗？咱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代志无遮简单。今仔日的经文讲，12个学生做伙伫遐相争，12个学生哦，做伙伫遐相争，因有一个共同的讲袂出嘴的期待。
若毋是安尼，约翰甲雅各就袂伫遐争讲啥人要坐耶稣的倒边，啥人要坐耶稣的正边，甚至妈妈拢来斗桥，小公要坐左向还是右向，甚至伫耶稣过活了后，门徒面对一个过活的主，因安怎讲？伫使徒行传第1章安怎讲？因讲主啊，你要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阵嘛？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阵嘛？这敢是一个军事的弥赛亚的要求嘛？有一寡神学家，有一寡牧师伫遐讲，会做神学的讨论。伊毋是讨论讲耶稣的学生内底谁上好，因为这无答案，无人上好。因为讨论一项代志，叫做耶稣的门徒、耶稣的学生内底谁人上歹，谁人上歹。通常咱也无在思考，会讲啊，着犹大上歹嘛，被耶稣嘿罪不可饶，无法度赦免的罪。但是一寡牧师、一寡神学家伫遐讨论的时阵，因有无共款的看法。因讲犹大其实毋是上歹，因为伊为着伊的失败，付出了性命的代价。伊吊死伫城外，敢毋是？付出代价，为着错误。上歹是啥物人？上歹是迄个彼得啊，3届无认主，耶稣过活了后。好亲像迄个无认主的，毋是伊是隔壁厝边共款。无认主的是西门啦，因为伊是迄个芦苇摇来摇去的草。我是彼得是石盘，迄甲我无关系。分裂做两个人，继续赖踮耶稣的身躯边，叫伊主啊主啊，继续做伊的学生的这个身份伫啊。但是真讽刺的是，耶稣的倒边和下壁边是虾米款的座位啊？是两个十字架，伫顶面呢是怎样的人啊？是两个土匪强盗啊！历史真趣味吼，几啊十年了后，这学生无论有顶十字架也无，因拢对耶稣行去你迄个为着福音、为着上帝、为着因的主缘故，放杀性命的路途。耶稣讲：我啉的杯，恁的确着啉，因的确有啉。所以耶稣伫遮勉励啊，警戒伊的学生讲：做头的、做大声的，爱诚做正人的体验，诚做正人的萝卜，爱有谦卑柔软的心来服侍至美世人，甚至为着安尼付出性命的代价。耶稣的教示，咱会当学习怎样的共功课，如果怎样来检验反省咱的教会，来调整咱的教会，互咱会当做伙面对行往更较开阔、更较稳固的未来。而且我要甲大家做伙分享两项的提醒，一个是徛上帝的所在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耶稣对所有想要徛官位、做大代志的人，有一个足深的提醒，就是咱爱会记哩，爱会晓用谦卑的心来服侍。另外一个学生搁伫遐争来争去，上较大的经文内底，就是伫这个经文无足远的所在后壁尔。耶稣搁一摆讲，恁若中间啥人要做头、要做大声的，就诚做正人的萝卜。耶稣就是安尼，敢毋是？伊讲人子来，毋是要受正人的服侍，却要服侍人，搁诚做放下性命，赎回正人的位。这耶稣所强调迄个正人的体验、正人的萝卜，就发展诚做今仔日公仆的精神、公仆的精神。伫迄个发展了真好的国家内底，遐官员无叫做官员，毋是 officer， 毋是来管人的人，遐官员因叫做 public servant， 公众的萝卜，正人的体验。伫遮咱看见，其实咱乡人嘛，咱有咱特有的公仆的精神，就是道报精神。这个道报毋是道金，是道报。
咱知影，咱通常足熟伫网站顶面，伫逐个咧讲，伫逐个牧师，伫逐个长老即时咧讲，拢讲到倒补精神。咱知影，就是无管你啥物身份，无管大细关家，你愿意服侍叫做倒补精神。但是这无够也。伫100周年考试历史访问内底，李某长老对这个倒补精神有一个更较深沉的解说。伊讲倒补精神要讲到2项代志。就是清洁家己，然后服侍教会。只有一个不断洗清气的道路，才有法度发挥清洁的功能。咱想看卖，若一个道路，一条道路乌密码，真正是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。伊哪切教会就安那哪垃圾，乌密码无法度解决。是啦。咱常常愿意服侍，咱甚至愿意无计较身份大细关系来服侍，但是咱是毋是常常互主耶稣的宝血来清洁来遮靠？咱是毋是常常省查咱家己，至到会当手清气、心清洁来服侍上帝？咱是毋是伫凡事顶面敬虔持守，特别是咱的嘴？甲咱的心灵，伫遐持守敬虔。若毋是安尼，咱袂诚做去固守教会啦，咱会诚做教会的破口。双连的倒补精神提醒咱，莫袂记哩。双连迄个属伫牛婆仔的起头，迄个袂当袂记哩，迄个卑微简单的开始，咱是徛踮上低所在的。咱是去做一个帮咱破病人、散车人的教会，今仔日个上的教会，敢也佫会当持守徛伫上低所在这个精神嘛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安尼宣告，教会是在地的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成做噩梦的记号。上连教会也会记哩嘛？记哩咱身躯边遐弱小的人嘛，遐弱势者嘛，咱是毋是还佫会记哩吴威廉牧师、陈启准牧师以及济前辈所坚持迄个一世人起初的疼痛嘛？咱愿意继续为心献身，持守伫上佳的所在嘛？也是咱开始亲像罗底家的教会，看起来富足，却是散者。咱是毋是敢若物质富足尔？咱的心内真正散者，这是咱面对今仔日的上联教会爱严肃面对的问题。第二点的分享是徛踮上悬的所在，徛伫最悬的所在。咱若捌徛伫知影徛伫上低的所在，这是无够厉害。咱若要互教会继续来往头前迈进。咱需要看悬头前，看悬、看远的开展、前瞻的能力。因为耶稣咧讲的主题是基督徒的领导啦，毋是咧讲努力爱安怎行为、安怎思想，会当领导教会往头前来迈进。咱来学习吴威廉牧师、陈启准牧师以及济前辈，遐看头前创新的特质。当时吴威廉牧师买地想要为双连要到圆山，超过2站的捷运站，足侪人讲也当啊小度，头壳讲着病，也有可能要遮大地，异想天开。无论是宣教师还是本地领袖，拢安尼讲。但是咱今仔日看起来，这个眼光实在是上帝予伊的眼光，敢是？迄阵啊，若无因为一个大水淹了无爱买。今仔日为双连要到圆山，这是偌尼啊大的一个产业，偌尼啊大的开展啊！咱看见吴威廉牧师愿意为着上帝，为着福音迄款冒险的精神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敢愿意将咱的脚踏落约旦河？毋是因为看见约旦河水已经退，是知佮相信。我若踏落，上帝就予伊的水提去，毋是看见水提去，
是知深信，我若甲脚打落，上帝就要有水摕。福音就是一款生命的冒险，挑战咱面对新的可能性，无论是新的观念，也是新的做法。今仔日的双连教会，搁大搁舒适，咱常常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咱窝在里面，找一个舒适的角落就窝着，安尼客伫遐下下快快，真正烧热。咱常常袂记得上帝对咱的交托。就是不断行伫正教会头前，不断诚做正教会的祝福，诚做人数上济、资源上丰富的长老教会。咱一方面爱伫凡事，毋是一项事两项事，是凡事顶面，诚做正教会的模范，诚做正教会的模样。咱无惯于伫遮讲我普通就好。我所就好。另外一方面，咱会行踮正教会头前，为着正教会进步甲更新，付出代价，甚至愿意去试看卖，敢有新的可能性伫遮。徛踮最悬的所在，是一个领导者必须要做的代志。徛伫山顶的人，无回头的权利，咱爱继续往头前来行。咱来常常问家己，为着双连，为着正教会的成长，咱还佫会当做啥物？伫今仔日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面对宣教的困难，面对青年事工的困难，面对社会影响力的衰退，面对神学内容的散车无够业，咱会当做啥物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安尼讲，教会是普世，教会是普世，所以咱的资源，咱的教会资源，毋是双连的，毋是双连人的，是上帝的，是正教会的，要互咱分享互正教会，做伙得到上帝对天来恩典甲福分。面对双连第二个世纪，咱有期待，嘛有烦恼甲担忧。咱经历真济真水的第一届，但是咱嘛经历挫折负面的第一届。咱停伫信仰甲宣教的十字路口，无确定要往倒一个方向来迈进。咱看见真济，毋是长老教会传统足大发展的教会。咱会问，这敢是咱爱行的路吗？这敢是咱爱行的路吗？咱若看见真侪人口流失，甚至强要关起来的长老教会，咱搁较忧闷。主啊，长老教会要安怎较好？我要安怎较好？阮要安怎较好？咱有一个讲袂出嘴，却强要大声来问的问题，就是讲，主啊，敢有一条道路？是徛条伫改革中的精神、长老教会的传统，却会当带来复兴的道路嘛？敢有这条道路嘛？其实我最近伫咧反省这样代志，我看见一个上帝互咱的看见，就是其实今仔日长老教会的衰退，就是咱无徛条立案伫改革中的精神，甲长老教会真正的传统。伫宗教改革精神讲四个独，就是独恩典、独基督、独圣经、独信心的时阵，咱却伫无重要、甲信仰无真大关系，遐次要议题顶面开伤济困难，甚至伤害教会健全的发展。这四个独，毋是排他的独一 only， 这个sola还是 solo。是强调恩典、基督、圣经、信心对比的公德、教会、神学行为的优先性 priority。这会努力，这四个独的努力，是要往第五个努力来迈进，往第五个独来迈进，就是独上帝的荣耀 ，sola glory 啊！所以咱问咱家己，每一届伫咱思想，每一届伫咱行动的头前，咱爱问咱家己，
我做这个是为着上帝的荣耀，还是为着我家己的荣耀？我做这个是为着上帝的荣耀，还是为着我家己的荣耀啊？你改革种精神在强调讲，已经改革，搁要继续不断来改革。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i， 一个改革的教会要继续不断来改革。但是咱抓条伫前半句，我已经改革啊，改革好啊，咱无愿意抓条下半句讲，爱继续不断来改革，继续不断来改革。计较规个教派内底问题了了，但是足少有人愿意严肃来面对。咱常常对遐听出来讲真正话的兄弟姊妹，感觉无啥欢喜。咱无愿意面对做歹代志，含落伫罪恶中顶面，而且兄弟姊妹，也是教会，也是领导者来面对、来处理。咱常常感觉指出错误的人，就是讲歹话啦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精神在强调，焚而不毁，焚而不毁，宁愿烧甲无，嘛不爱放伫遐休烂，宁愿烧尽，不管是不愿朽坏，还是不愿锈坏。咱却含落伫迄个无烧无冷，伫信仰的碰意内底，伫遐无法度起身。咱去掉台湾第一大教派的这个荣耀，咱无看见真侪教会遮尔啊弱小，甲一个程度已经停去啊，停足侪年啦。咱袂记得上帝，袂记得耶稣的警告讲，迄个伫后壁的要安怎要来头前。但咱无继续努力，咱有一天就会渐渐成做迄个伫后壁的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双连捌行过。捌行过真水真荣耀的道路，但是今仔日双连伫转变的关键的时刻，咱的选择，我要安尼提起，咱的选择就会决定教会未来100年是继续有荣耀，还是伫衰退内底慢慢变做后壁的教会。上帝互咱徛踮上悬的所在。毋是要互咱骄傲，毋是甲骹下所有人米事务大条的，那亲像因是狗遐，无受到重视共款。互咱徛踮悬的所在，是要互咱看了有够悬，有够远，会当体会上帝心意甲计划，会当看见教会未来。上帝互咱徛踮上低的所在，毋是互咱自卑。是互咱毋通袂记咧双连迄个卑微简单的起点，迄个牛步仔的起点。莫袂记咧今仔日的富足是上帝的赏赐，是前辈努力，毋是咱应该得到，毋是咱应该理所当然来享用。咱实在来讲，双连教会，甲当时伫迄个100年前做伙起来的教会。来相相比，咱实在受到上帝太济恩典。同期起来教会无一间发展到今仔日的程度，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咱当时领受上帝更较大的期待。双连教会是上帝对伊有更较大的期待，就是透过双连教会的复兴，搁一摆的复兴。来带动整个长老教会的复兴，搁一摆得到长老教会对这个社会迄个影响的力量，来影响这个社会，对混乱成做和平，对受咒诅成做受祝福。这是一个呼召，等待咱的回应；这是一个命令，咱袂使提示；这是一个查遣，咱必须要出发。这是一个使命，需要你我勇敢来承担。徛踮历史的关键点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诚做基督徒，你的决定是啥物？诚做教会、双连教会，
咱的决定是啥物？请会记哩，耶稣基督安尼教示咱：恁中间若要做大先做头的人，就诚做正人的前面，诚做正人的老婆。请会记哩，《申命记》28章13节安尼讲：你若听咱耶和华你上帝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，来遵行伊，无偏离，也无服侍别的上帝。耶和华就互你诚做大先，无诚做落尾，互你徛悬，无徛低。愿咱亲像先知以赛亚安尼讲：我伫遮，请找见我；我伫遮，请找见我。愿咱亲像马丁路德安尼讲：这是我所徛的所在 ，Here I stand。我的立场的所在，愿上帝帮助咱。伫讲道最后，我要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搁一摆来唱这条相连调的诗歌。咱唱第1节甲第4节就好，咱坐咧吟。你若感觉你隔壁的人是你欢喜来甲伊牵手结连的，你会当甲伊牵手；若无，你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诗歌。咱做伙来吟，你若欠客真失望。知道了真是失望，我的心难开放它，有主化了主化你，生命只是他的力，让我一放了，让我一放了，让我一放了，有生之来访，你我三听就免嘞，你我家里我就免嘞，就为耶更归你天，如主化了就化你，生命只是他的力，让我一放了，让我一放了，让我一放了，有生心来帮咱。咱做伙用一段时间，咱客咱的目睭，同声同心，为着咱的教会来迫切祈求，老目屎祈祷。主啊，阮伫遮求你找见阮。主啊，阮伫遮求你找见阮。阮愿意伫遮讲，亲像诗歌安尼讲。你若欠客真失望，我就尽力来帮衬。救主看了像欢喜，显明真实趁着你。阮将阮的教会恭敬放踮救主的手内，为着未来的道路迫切祈求。互阮有合一的心，通啊在彼此帮衬，成做迄个踢条破空空嘴的所在人，成做教会的守护者。主啊，阮伫遮为着教会复兴来献上阮认罪的祈祷，因为阮做实在无够呀。求你加添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帮衬，求你引带。
互这个百年的教会当徛起伫关山的顶面看到未来，互这个百岁教会当徛踮上低的所在，为着正教会来服侍，卑微谦卑服侍。主阮知若阮愿意的时阵，你就愿意甲阮相同行，互阮会当徛起伫正人的头前，为着教会来努力打拼。主，我们搁伫遮来继续来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求你怜悯这个教会，求你赐福阮，无照阮的不配，照你的大听头。互阮愿意伫遮讲，主啊，找见我，伫未来教会每一届大小服侍内底，我愿意无嫌管家大小，正做服侍人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感谢李牧师的勉励。接着，请咱继续来吟诗回应上帝对咱的疼。圣诗115首，圣诗115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纪纳属地的教会，照教会规矩，献信礼以及成人的洗礼，咱无分教派，同齐甲主坐道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姊妹，请恁注意听，主耶稣讲纪纳回应一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，我踮伫门外拍门，若听见我的声音，
就开的，我要入去，我甲伊甲我三角坐倒。主要所以讲，咬喙大心无记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三角地地。亲爱的姊妹，请恁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：我当日传互恁的，原是对主所领受的。就是主耶稣受的迄一暝，摕饼祝谢擘开讲。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食了也同款摕杯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，你每一摆行的时，就纪念我。你每一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受的迄一暝，摕饼祝谢，咱照伊的款式，伫伊赎罪的样相。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听世界人的上帝，愿感受你丰盛的恩典甲疼痛。你找见圣经耶稣基督，进入伫人类历史内底，甘愿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目的是为着承担阮世间人的罪过，受定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救赎阮。愿真感谢上帝，完整蒙恩的囝儿，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，拢会当甲主同齐坐倒来享受这个圣餐。愿知影每一摆我要领受这个圣餐的时阵，也就是阮深深来反省、忏悔、认罪的时阵。因阮常常用阮的嘴，无照上帝所教示阮讲安慰、劝勉、造就的话，致使阮的嘴所讲的带来伤害，甚至伫所讲的话中间来传播无事实。恳求主你搁一摆同你的宝血来赦免阮的罪，亲像以赛亚伫圣殿的中间讲：主啊，我是无清气的人，搁踮伫无清气的中间。主就用火炭来放伫伊的嘴中间。可以成做列国的先知来传教。